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姑刘浩明，欢迎收看福起来。每年艺人都会经营自家的特色，譬如讲有种人会用声音啦，有种人会造型，你可以不用凭你一眼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今日有请到来宾，伊对一个偶像的特色研究过透，可是对些歌迷开始慢慢的去模仿，专门去参加模仿比赛得到头奖。就马上来欢迎今日的来宾，小凤飞飞、方宁来到我的现场。浩明好。还有俺的福起来的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你好。方宁这其实真是，讲快头的时候，我本身有看到一边，我真的今日看到现场看到人也真的quite紧张的。哎呀，今天安尼做，安尼讲有及格吗？今天我算是个有女人味的一天啊。不过今天俺讲呢，时空变迁哈，以前主持人的福起来呀哈，不过受益quite多。然后这些历练归难的，所以我今天再度来到呀现场啊，那种意义非凡啊，嘿。可是我想讲，因为今天人在讲到主持的节目哈，像以前咱的上台安多摆，照理讲应该舞台经验归丰富的呀。其实我刚刚都每个场子有太有些哈。其實唔好講經驗嗰度唔可以建造，其實啲建造全部看到程度裡，他會腳腿發到你都看唔到誒。記得我睇比賽嘅時節啊，照理講大細場子都參加過誒。按講唔點哦，前面按多少有名嘅那個藝人哈，台哥啦、康康、那個嘉謙，這些歸有名，那你會發現你今天是來挑戰，你剛剛沒來衝過本人堂，所以一種感覺啊，本人打分數誒，青金總，我那天心臟蹦得太厲害了，剛剛我快走不出去了，所以後面勇敢的去唱出一分鐘誒挑戰的歌曲，衝開的時間，我心才飆下來。可是雖然已經去比賽，冇得講去表演按到擺嘅，對，可是其實還是我感覺到過緊張。我尤其來講，我就開玩笑哈，輸錢啊輸你那個，比賽心情完全冇相同，反而唔是錢的那個緊張啦。從來今日嘛過緊張，因為今天我是被訪問者啊。從我哋講我哋咧訪問者其實用小鳳飛飛咁樣嘅盤他嘅人品吼，其實當初中學開始我想我開始唱歌嘅一件事情。其實我想唱歌應該講起來以前很細，差不多讀小學的時候哈，因為我看到天師鳳飛飛我愛週末的階段，哇，每下週禮拜六差不多3點嘅時間，你就剛到一台風的唱歌的什麼，那很帥氣，好瀟灑哦。然後從那一刻我就會喜歡他，然後我就發現說，我長大一定要唱也愛有名，愛會唱歌的，所以一下時間我堂哥，因為我冇錢咩，小學生冇零用錢，然後我堂哥都買過多林青霞的電影的主題曲有冇錄音帶、卡帶，然後也都買過多，然後每次我都給加，然後就學鳳飛飛用嚟唱歌誒，用嚟轉音啦，用嚟該捲舌就捲舌，該不捲舌就硬學嚟唱歌誒，然後關於天松用嚟行路，用嚟擺姿勢，然後所以我就硬推學他，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剛剛咯，我的唱歌我就說我學唱歌誒，我冇老師。我的老師就係鳳飛飛。可是其實我有啲問題嚟講，因為鳳飛飛嘅造型吼，其實佢特別嚟講，以嗰種中性嘅造型吼，有冇像佢叫做 C 妹，然後怎麼會講？但是也係聲音是非常的柔軟。對。係跟當初我想講，跟我唔像伊某個年輕時叫做佢講嘅 C 妹，我想到講，
我喜欢凤飞飞安的造型哦。后面还跟你讲，有时候要都干了爱情相同，介意给你哈，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的，你就归喜欢他，你说不出你特别喜欢他什么，你就刚刚你就归就说我爱的归疯狂，我甚至哈，因为我以前我的大家庭，我公归娘，就生日了哈，然后比如说啦，我的米豆猪我公拢会睡午觉。然后睡午觉的时候，他一睡醒，差不多3点左右，3点真黑暗的邮差要送信来了。那我小时候我们还有读书妹哈，俺都印下去那本电视公司啦、唱片公司啦，也给你投签名照。然后那些歌星、明星下过的人都会签名，然后就会附上某某人啊刚枪喜欢我啊，然后后会有期就是签名。然后我就会挑，然后信件呢，一听阿公就推，所以想就推等邮差。结果一数位都来下信那本天使公，因为他都无条件敢先撕毁，先检查是哪里来的信，检查完了之后，不得了了，都按不掉，我妈妈就有事也就讲，卢卡爱曼公真哈，那我以前的名字，唔脱书，专门去下信的不要的。养生、高生啊，哈，偷下的东西做嘛嘅，他不要变没熟呢。所以一下子每天米下主动去爱对跟阿公相争一接邮差，因为爱弟今日差不多半年会回信来耶，就算好时间呢。那因为以前凤飞飞都有那个凤友会，那透过凤友会会给一些讯息说，凤姐妈个时间有发通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啦，哈。所以那个时候哈，我真是唔好读书，然后我妈妈是同样我唔好读书，考唔上大學啊，拢去鳳飛飛開啊，講緊你買個花，來就自己唔好讀書咩？對呀。唔可以怪別人啦，可以自己事情。唔好讀書。咁問題，你這個好一點名聲係一件事情啊。譬如講，我哋以前冇可能過個好嘅那個名聲，但是我應該講。我學唱歌嘅冇得講，那有安尼天分，那可以天分嚟學唱歌嘅啊。那開始我好唱歌一件事情。好唱歌應該嘛，第一點係你喜歡鳳飛飛鳳姐啊。第二點嚟講，我小學嘅時間跟國中，我攏合唱團，那我都唱第一部。那所以我講到係那一段時間呢，發聲的技巧跟這個愛上唱歌這個濃郁性，所以我剛剛都合唱團嘛，對我的後面的這個唱歌位哈幫助過大。對，因為我哋提講，其實鳳姐嘅聲音真係幾好，除非講伊這個造型幾特別以外，其實我哋講彈嘅垃圾用冇彈嘅卡帶冇，其實嘛冇天時可能時間，你把佢嘅聲音，其實咧人咧我哋唱歌人咧。訓練其實佢紮實，佢音啦、好咬字啦，其實都幾要求。唔講更加話有的人咧咬字根本都彈唔出一點錯誤嘅，但是其實些人咧也就有什麼要求都幾爭。你像我哋講我哋方言者，人會咬字，請問人笨大係哪樣？我係咧闽南嘅客家師妹闽南客家師妹，國語講話一定係因為。唔單止係咬字，有啲強啊嚇！我外省人都有嗰種強咧。有特別練過嚇？我冇特別練過，不過小學嘅時間，我結業欣賞，然後推派我去做演講啦、朗讀，所以我大部分3年以內。然後我講演講係咧對一個學生嘅嚇，講話佢太磨練。比如說你在台風嘅時間，你的台風。還有人家咬字，老師攏歸要求，所以我剛一部分我咬字歸清楚，還咧演講朗讀比賽訓練出來，再加上呢，唱歌也開始，合唱團的老師在你對你發音啦，還有你聲音技巧，也都會跟你一直磨啊，多年過多年，也講我以前嘛係合唱團，可是你會聽他唱歌，可能就一般般。剛剛也咧含咧個人，幾個方面的要求，所以包含是從唐以錄音帶的歌聲去學以揣摩他的唱歌，也造就我今日為什麼對唱歌也開始歸濃厚的興趣，還能安尼。
其实还有一部分来讲，因为你糖都一定按标准的一种唱法，某一种咬字，而且你又按好伊。对。就是后来学的时候，你都学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的对象。其实早期应该同几多的报章杂志有看到几多人也评论讲，凤姐早期的海山时期一下时间唱歌都是支吃诗分不清，有没有？那不过后来一个人也受到刘家昌老师、左宏元老师的教导之后，他的唱功慢慢由起牙转音，应该是刘家昌老师的功不可没，因为对于指导会懂。对，部分的转音真的是非常的功夫。我想跟一下几多艺人没办法超越他的那个转音，真的是太厉害了啊！可是像咱呢，假如讲，譬如讲，喺个工作以后，对，你永远要开始讲，要开始继续去唱歌，因为这条路可以重要啊。但后来还是让我去继续坚持俺的兴趣了。其实我以前我虽然过好唱歌的，那一直同上下无安尼机会嘛啊。那后面我高中毕业过后，我来到高雄，我早期出来，社会上工作个冇咁简单哦。阿公请假我本人骗，伊家阿公冇出去这条路我本人骗哈。我就过想，因为我讲咯，一次都冇自家零用钱过痛苦，后面我就一直想要独立，再加上我妈妈还是一个传统的乡下女性。我所有想爱的东西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得到。那我讲到我应该讲我过自卑。那我过希望我这个可以赶快去赚钱。后面我离开家里之后，我一高雄找了一些业务性的工作，训练我口才，训练我跟唔认识的人哈，一多接触。然后从一下时间慢慢的，我后来有一次，我一到高雄，那个时候大同百货中山路一条最闹热的地方，后背面有一间民歌屋，叫水库餐厅。然后我有一年礼拜天，我突然去逛的时候，我看到路边有 band 可以表演。那我那时候看到说，哇，我好羡慕，我可以在那边唱歌，多好！我就开始。晚上我就走下一，那个时候是地下室，那个是一个民歌西餐厅，我就走下一跟一老板哦，我讲，老板，我过好唱歌的呢，可以帮我落下里唱歌的嘛，我当歌手好嘛？老板讲，你要经验下，我讲冇呢，伊讲咁冇好，来，我哋一里有个按不了弹琴的什么，唔需要唱歌的，按不了来。来看他声，吃看他听日，来吃看他声。伊弹钢琴唱歌诶。我过听，我讲哇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隔天我真的就播到了哦，然后那个琴师弹 A， 我唱 C， 他弹 B， 我唱 A， 两个人完全不协调，一输各位马上把老板，好了，你两个人就匆忙啊，他们是，你做唔得，然后我本来合作，所以我就。两个人就约好明日就去练习了。没想到第一摆去唱歌的，我哋呢访问，拄到迄个我哋骗人弹的腿唱完全冇去用。但是后来做嘛，我可以去行模仿一条路咯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马上过来哦。欢迎过来，福起来。上一段节目我哋来宾访问同人讲，伊第一摆唱歌啊，好多同佢弹钢琴伊无对答啊。个后来让我去解决嘅事情，因为你这个，迄人要弹，伊弹唔错，还是你这个唱唔错咯？应该讲起来，应该还是爱的问题啊。因为初摆唱歌的对调性，比如说民俗歌曲，比如说这一首歌最高到哪里？耶稣歌的，比如说还能女 key， 还能 G 啦。好，按一个音了，你初马 key 要跟老师讲，也许呀原 key 对我来讲贴歌，按我讲一下，所以我就有一个老师啊，都跟伊讲好哟，明日早上我一天伊都卡练，明日你有四条歌诶，做唔得到，然后点歌人都唔系唱，就唱起来练好4条歌诶，伊就全部给它定 key 定好诶，比如说假设好好爱我啦，我就从 D。
好就下去了哟。然后马上各位啊就想冲马上去，全部都给他下回。那我明日就冲来10条各位，那就听你过后就顺利哦，因为以台马跟因为俺都练过嘛。所以就顺，老板就放心嘞。不接受点歌啦。不接受，短时间不接受点歌啊，点歌一律不唱啊，不是歌手不会唱啊，就是技巧性带过。那后面，那当然从那民歌屋，后面又请到过高档的西餐厅了哎，然后慢慢的一样还跟这个老师，那歌手经验慢慢的累积过后，我就一路唱到 pub。然后 pub， 然后就跟唱，然后慢慢的店打开我驻唱生涯。不过我驻唱拢兼差，我唔敢问公司的。不过意思的以前我去买茶啊，我去买茶，我哋当然我哋嗰度业务人员同事为了给他捧场啊，你让有人气啊。那后面我又跳跃驻唱以外，我还做婚礼歌手跟主持。那婚礼歌手跟主持又对一个过台考验。其实这个主持呢，因为你在驻唱的时候2人组，他们其实对请各位时间，那你要跟客人互动，那场子那么难喊，然后就让客人的专注力在于你身上，所以呢也奠定了一点点你的主持的技巧。后面都婚礼主持的时候，我刚开始呢。有一个朋友请我去表演啊，伊就跟我讲，我今日生意几场慢人啊，讲係啊，嗰多人講我幾場鳳飛飛啊。他說，剛唔做乜嘅，你打扮成鳳姐的樣子，會歸新鮮歸特殊哦。我日後來思考，我覺得廣告發光都有偷離呢。然後我如果扮成他的感覺，是不是會？然後聲音再學更像一點，會吸引客人的注意力。後面我就真是走一台北那個迪化街，我就真是一起我一打聽哦，我講亞里有你做商務做了幾好的嘛，我就剪了布哈，剪了我總共那個第一套銀色的西裝，那個布料我特別找了很亮的銀色。我就去上網去買了一檔摸2錢，我買了布去訂了，我那一整套我很節儉的，花了我7800塊，所以我就第一套還那銀色的西裝，那一套西裝陪伴我度過1年，然後我全部婚禮我用一套衣服一片影啊，好，然後當然一下鳳姐還在嘛，那當然也給客人會有新鮮感。其實呢，我的側臉啊，這個角度，當我梳上包頭的時候，戴上帽子，我這個角度其實是有鳳姐的那種感覺，對。真的可以衝。然後那陣子團婚禮，他們首先都會叫我先露聲音，然後衝出來，客人就覺得很有趣。哇，鳳飛飛來了。嘿，他們覺得很有趣。我還記得哈，那時候鳳姐還在哦。我曾經有擺一光真愛碼頭一片，海南港的客委會元宵節活動啊，那一天整天海南客家發通，那整天都是客家樂團啦，那我就坐在後面出來。我記得一邊有一個樂團表演黑的時間，那一衝過台草，那個圍的距離歸遠，那然後呢，我在準備的時候，我就遠遠從一大螢幕看到。他們一唱完，大家以為結束了，然後一唱完，前面呢圍在大舞台前面的那個圍龍，有冇？紅龍全部有推崇哎，那我當然會擔心啊，那當我出來的時間怎麼辦？冇人呀，後面我一出來的時間，你知道嗎？真的是讓我嚇一跳。我看到那遠遠離去的那些人，我穿白色西裝，因為我做第2套，我一出來的時間。前面的全部一堆人，馬上回到原點。他們，因為我為什麼感受到迪拜有你哥的，真是那一場活動搶鳳飛飛來，因為我有個朋友戴雅佳生日啊，在現場，一事後打電，因為抵愛沒啊，一打電話不愛講，因為我第一首主曲是唱《流水年華》的主曲，一跟他講，鳳姐，
偷偷同我隔壁的欧巴桑吼，我谈到你的对话，你讲，凤飞飞刚还在哈嘎你，然后他就听到这个讯息跟他讲，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搜寻，因为那时候流行部落格有吗？然后就有看到有人去留言讲，我今天去参加元宵节的发通哦，我看到一发通抢凤飞飞了，冲过问呢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因为远远的那种距离啊、尤其安泰型的活动，他们相信这个活动抢的是凤飞飞的表演，然后就一连串的这样子的商演啦、演出，慢慢的让我更有信心，再去花钱制作更冲用的衫服、西装啦。其实我谈安尼一路谈好了讲，嗰种一路嗰种安尼，佢应该都安尼行。但是其实我对得起上早来谈一件事情哦。对。我刚刚讲，其实它冥冥中有一种，你好讲，虽然你归号凤姐，但是你要上演有的你的音质就是完全不走那个样子。就好唔来。都好唔来啊！而且你的音质都唔咩安尼样嘅，但是你路度会迄安尼音质，嘛迄，因为我在天上看过人家表演。对。我都发现讲，因为其实这种模仿的东西，其实有点过现实。好，你有点过优的那种声音，你真的没办法都好安尼声音出来，但是你嘟嘟好都会安尼去。有的人像俺经嗰种模仿的人啊，有的人像林俊逸，他的声音跟小哥真是会接近，也很雷同。可是有的人面貌就没办法，可是很好玩。我礼拜表演时间，我其实嘛刚。感觉到老天爷会厚爱我，他是给我，让我后期呢，还有先天也一揣摩凤姐的声音啊，当然也跟会喜欢她也有关系。还有我很感谢老天爷不给一张这个角度，就是当我刚跳了么熟悉的时间，帽子一戴，所以我商演的时候，我法规都是给还在推乔帽子，我感觉角度请出来。去说服我观众朋友讲，我真的是模仿凤姐，整个衣服到位，声音也要，当然声音我就没凤飞飞，可能没有办法做到99.9%像她，那一定还是有我嗓音存在啊。那神韵就是要有她的感觉。从后边我这个演唱会啊，然后有时候我在看 DVD 的时候。我讲咯，我后边一瞬间，我嘛，我觉得看到凤飞飞。其实我这个嘛有从那个神情找到凤姐的神韵出来。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笑一笑，原来真的有些时候一种角度哈，你会说服别人说，凤姐的神韵在同样的地方。所以我讲，也许还那老天爷注定不爱事业红帆注定不爱行一条路，勇敢的走出来，告诉大家说，就是想要当传承下来凤飞飞歌曲的那个歌手。但是唔係講上好一陣嘢，可能面前有些上，上面有些上，我都可以變成那樣。你這中間已經嘛做過多努力啦，從人哋好一條歌誒，對你來講差唔多要花一久嘅時間，可以抓到那種神韻，我都可以衝過嗰種技巧。我为什麼會熟悉？可能因為從韓式慢慢的接觸，從天絲風，還有從卡帶裡，還有從黑膠唱片裡外到黑膠我已經收集，除了幾張過珍貴聽都以外我幾乎80-90張都收集完全了然後我剛可能因為我小時候過樂壇唱過，所以那個日積月累，大部分歌曲都耳熟能詳那。從他後天，我覺得，因為他前期的聲音是比較稚嫩，到歌齡時期是他最巔峰，也嗓音最火的時間。到他後期是因為屬於結婚了，過成熟、過穩重的聲線。那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比較屬於他後期。然後有些時候唱，比如講來唱巧合的時候，我就會帶回他以前年輕的時候，比如說。來一小段好了。好。他以前聲音是比較細嫩。世上的人兒這樣多，你卻碰到我。過去我沒有見過你，你也沒見過我。就是那個帶有一點點稚嫩的聲音
啊，然后哎对歌曲慢慢的去研究，哎这个时期这首歌用哪种声线来诠释它会比较好，自己有时候要去想，对。可是等于如这个对啊，张人呢，第一个也要一生啊，哈，甚至也要各个不同的阶段，也要发生的方式，对，那种那种东西真的真的归好的语言。我觉得歌手的扮演的一个角色是，你不是只是把一首歌唱完，感情的释放，要能够让观众去跟你的歌曲融入，你有没有把他内心的感情给挑出来？我觉得这是含了一个歌手的责任。当然，凤姐赋予给我们的歌声里面，她告诉我们，她怎么去用心把一首歌诠释起来，然后含了的后辈需要去学习的部分。哈，其实一点内化的模仿，其实是一种艺术的，但是我哋咧仿呢，以为有啲另外一种艺术咯。休息一下，下一趟我哋来看下艺术嘛嘅。翻过来，复起来。上台节目，我哋咧来宾冯内同佢讲，应用把模仿内化成一种艺术。但是其实以外遇到另外一个艺术哦。其实冯内姐，我哋其他先从白暗抖音日式和果子，全部你自己做呀？当然啊，要不然谁帮我做啊？问题我有限哦。其实后摆做一条东西哦，鬼麻烦，而且工鬼多，时间鬼久，从我从面做下来大纳盐红豆啊，从面大概花了几个钟头，我才捏好35粒的呢，所以差不多几多点钟啊，4点3点钟到4点钟左右。那做什么？因为你破坏前盖底杯内馅红豆沙係自家熬的，然后呢经过我的米农的，我妈妈落卡的缝条的，煮好的去皮啦哈，去皮之后你要把豆沙取出来还要。我跟你讲，一般的豆沙冇按高缸，按过为了要让它的那个底杯红豆沙绵密，黑某以为是有会洒洒，然后鸡呢再去水，重复大概2到3次，那一次大概等20分钟，所以来来去去差不多做豆沙发汗一年的时间，然后那个外壳的那个大红豆还能从日本买过来耶，然后他们已经是蜜好的蜜豆。然后做外表，然后呢，最外层是什么？还呢，日本的寒天哦，嗨，日本，你我们看到嗰度拍金吼，我们看到拍摄的寒天，一条一条，其实有一些还在漂白，事实上它没有按拍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我还要煮，差不多要20分钟，煮好的时间，再把它的表皮给涂抹，它才不会掉啊。那一红跳那么得下来啊，然后所以要给搞干，然后最后让改金箔点一颗上去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你拿石头看到金箔虽然不大，因为金箔贵啊，成本贵高。然后当他看到金箔时间，就刚好各种贵狗给贵存钱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东西装饰某冲金箔来的这么巧妙，这么特别，所以虽然成本贵狗按勾，我觉得还是用这个装饰太有意义。所以做那种东西，法规的时间就是同爱商业因为喊的时间，然后有办法做。可是做的日式点心，动作都我想要做完的日式点心。我最好是缝条的耶，我那红豆控。那我记得几年以前哈，我曾经想法啊，因为我是从研究红豆煮红豆也开始，我一直觉得我的红豆不满意，因为我礼拜一到日本，我一天要请一红豆汤，你知道我还会一个礼拜哦，我一天是两边的红豆汤。我为什么要是2边？因为我是看到生来改煮的红豆汤是我觉得最美，他们日语叫善哉善哉，还是看到生来改最好吃。后面当然也有不太理想的、不合口感的啊。然后贵了真的都皮贵豆，因为是铁豆哎。然后后面我还是觉得说我想要把这个红豆好过精准点哎。后面我就打电脑，我就请康纳森来欣赏。
我讲安呢，然后我记得我提白打一通天发，因日本的师傅，完全，我写信的啦，写 email 完全唔答我呢，冇甲回信呢。后边天一白我就请到我一下欣赏，也是京都哈，有那宝木静老师哈，然后因为那前几年我日语还没有那么强嘛，还不太会沟通，就问我日本的好朋友去高雄工作，我给他翻译，结果讲，他帮我联络好了，伊甲讲，是让我某个时间去日本京都请你好，我就风尘仆仆一起日本一撩妹哈，我就去找他，然后一边一豆芽，我那一天我只有学煮红豆芽看事情，你要知道日本的欧米亚给。几乎10样产品有大概6、7样都是跟红豆全部有相关。原来是内馅呐，那个是主要角色哈。然后早晨条老师开始讲洗红条不用下去煮哈，然后煮的时间做嘛咯，就填了一堆，开始跟着他，一堆做嘛就填了呢，也就教我有些东西哈，然后用眼煮看啊，都。适合冻煮条的时间，下煮可是红豆已经煮熟了嘛，从一粒糖啦，还有熬一久的，某个时间一冰一粒糖啦，某个时间一冰水也开始还在学问哦，也就1年就煮红条也开始就花1年，当然1年的时间好过去了嘛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因为红条其实喺我哋日本料理里，应该日本的甜点里边贵重一味的东西，但是讲我哋呢某个和果子啦，某个地方，其实我哋讲阿斯奇嘅内馅哦，其实係貴重嘅。佢今年我哋呢，逢人這準備嘅幾多東西，聽我哋享受，試一下。因為我哋咧逢人講嘅幾句，我先講啊是的啦，啊是的啦。你來嘗嘗看，也給我意見哈，而不係批評。聽咗我哋同啲逢人在講什麼魚的金箔，其實也真的金箔真的是畫龍點睛。比上去以後，真的感覺到講。感覺到幾高級，好，覺得幾高貴的一種。你不要看它安鋪的呢，打造金箔啊，送去那個金澤市去看到一呢展覽館有冇？你光是看它一枚一枚打200種哦，200種反覆敲打一朵哈，最後幾多功夫，最後才形成這個金箔，非常所以日本人做事情哈，幾優哈，幾高剛。是看它先有加一毛，可是底部還有一個的紅豆餡，對，紅豆沙，原來紅豆沙還那個幾個熬的大納鹽的紅豆，係咪？對，日本的從日本買過來的大納鹽紅豆，我剛剛會甜嗎？還好嗎？很好吃，因為其實有時間，我喺日本嘛，佢上個好食嘅個和果子，但是和果子有時我因為啦，有時會甜。會甜，所以說，哎呦，應該講西甜啦。那因為我紅豆沙底部還有一個秘密武器，還呢日本最高級、最貴，你知道它1公斤是我哋咧台灣的砂糖3倍到5倍的價格，可是那個糖一般只有高級和果子，他們拿來用嘅糖，所以他們標榜也咧售價就會貴高。可是椰粒有用到，當然啦，怪唔得也要甜味，係那種優雅的甜味，甜而不膩的，才能夠去蓋一西甜蓋過去。像這種嘅糖，我哋乜嘢名？和三盆糖。哦，那個是四國的產品。是啊，可是剛才發椰嘅講，真是唔單止人工，也要成本的講嘛個講。其實嗰啲東西冇少。表面有一個寒天液，對，因為避免因為粉條會跌下來，所以讓它看起來，當然還因為它要光澤度的關係，讓它比較漂亮。對，那個會費工，因為我差不多煮40分鐘，因為要讓它又不能太稀哦，因為要讓它最後形成是凝固的狀態，所以要做一道會比較麻煩。也真是看好了都怪鹹怪醬，但是吃好了真的是。又酥，還把又重的。這個應該我講啊，這鹹又做唔出來了哈，又做唔得鐵用力，唔鐵用力喏，也紅條又這條刷的時候又跌下來，所以又愛又恨。
今到我来试试我听伊摩纳卡，拢我哋最终，其实最终係我最好嘅一個日本嘅一個甜點。其實我都看媽媽嘛幾好。其實只我有買過方年節嘅最終我媽媽說，其實我媽媽講我一句話，都幾蠻記得，但是我顯示不能看，因為也幾重要。最主要也上癮，絕對一條要15度。好，也最終路我哋也用下不用嘅東西，但是也要鮮吼，就從我哋啲房地在講嘅，其實伊係現場實體做嘅。嗰種提裝好以後，是上癮不能看到下。哇，看啪哩啪哩，糯米香，糯米嘅香味馬上出來，錯冇？從入去摩納卡，其實我媽媽其實講一句話，多起來還記得講，入去買嘅摩納卡。我安詳啊，因為我哋其實對唔講係對日本買，無論我哋去買我哋台灣買日本貨，其實已經也係冇安詳嘅嗰種麥嘅米，我唔知係麥嘅還是米糯米嘅味道，因為其實我哋漂洋過海之後，除非從頭我哋咧逢人最講嘅，可能會有時是食個皮冇安脆，聽呢個也係上完全比唔到。從入去學唔到講，嘿，你自己做呀？哦，我冇安厲害，也咧係咧從日本就係講嘅金澤，金澤一家做嘢嘅工廠，因為他們這一家我以前有買過啊。那雖然我嗰度東西從日本人來，一買過來啊，應該講買過來，成本高高，啱講係講咯，東西好食，就像唔識下啲糯米嘅摩納卡皮嗬，你冇，後邊係。按你兩個人啊，你睇試的時間，我要你皮的多啲香味。真是貴香呢，完全以前冇試過。而且運過的時間，我一定要用那個密封起來，否則它變軟。所以我講咯，我自己啊，最好食摩納卡。那記得吃我的甜點的時候，一口甜點，一口茶，最對味。最對味，係啊！一方面，佢哋冇按甜，聽你講，其實個茶可以把嗰種香味帶出來。對，哎。對於啲晚上佢想要唱歌嘅，但是爸爸媽媽唔支持嘅，細妹最慢也還是企喺啲舞台上。佢明嘅訪人嘅故事，幫人哋歸太嘅鼓勵。然後最重要的講，已經講要把一對一啲事情嘅一種專注，比方睇下甜點裏邊，把一甜點變成一種另外一種儀式。佢邊個都會感謝我哋訪人嚟到嚟現場同你講到按幾菜故事，係咪帶按好食嘅東西來？我咪佢歡迎，好明謝謝，還有我哋所有福起來嘅所有好朋友，記得有機會下次看到我哋表演嘅時間，一定要加多多支持，多謝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都坐喺度現場，運動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。我此外介紹，我黃正祥來自於屏東演唱志向七夕導演屏東會會，我一篇呢係蔡先生，一篇呢潘先生。我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抱腿去海，抱腿去海壓縮，然後呢同我哋呢微創微好。同我哋呢胃部，同我哋呢脾臟做一個按摩嘅動作，其他觀眾朋友都同我哋來做，首先兩隻腳打開來，兩隻腳打開來，我哋呢企喺下邊上，雙手相對，我哋拿上來嘅時間呢係吸氣，吸喺到嚟，吸喺到我哋呢胸前嘅時間，我哋呢雙手縮。調氣，我哋呢胸前壓縮，到肚臍上，雙手停頓的眼神，企落下邊上來到腳底，拿上來時間係吸氣，調氣時間雙手縮好起來，眼神是白向後背，我哋呢彈中。邊上，企落下邊上，再拿上來。邊我都有腳帶，再過來呢，我哋呢
左脚拿出去，我哋呢，卡拉下边上来，拿方而来，同样吸气，吸不到胸前，推卡拉下推到后脚，慢慢的送到我哋呢後腳嘅腳底。起頭送到腳底過後呢，再對後背腳滑對前面，吸氣吸得到呀，推到後腳，唔好要，但係要腳，但係要慢，安尼我哋幾好，對呀時間我哋同左腳豎向而來，我哋呢力量變喺啲左腳，我哋呢右腳再拿出去。眼神的重量變喺右腳，我哋帶住右腳拿向而來，跳起跳到呀吸氣，嗰兩我哋慢慢地推到後腳，再送到前面，對重量眼神的重量喺前面嘅隻腳。送到後腳嘅時節，我哋推下來嚇，對後腳送到前面嘅一隻腳，再開始頭吸氣，吸到胸前，我哋呢卡拉下推，對呀時節我哋頭起頭頭出來，頭到我哋後腳嘅腳底，在最前面嘅腳吸向而來。跳起跳到呀，我哋一豎腳，從右腳豎向而來。觀眾朋友，我哋所做呢係做前後左右，我哋冇做嘅時間，給我同觀眾朋友注意嘅地方呢，我哋卡拉下坐下嘅時間，我哋雙手拿向來，我同人講注意啲點，注意啲點，我哋雙手拿向而來時間呢係吸氣嘛。有人講我一跳起，我都安尼。跳出來，又安尼下去，安尼對我哋嘅眼神冇乜嘅幫助，所以我哋係利用我哋卡拉下邊上來，雙手相對，我哋安尼拿向來吸氣嘅時節，注意地方係我哋雙手一縮嘅時節，縮向來，係唔係我哋嘅節，後節講我哋嘅肩頭同我哋嘅手節一隻嘢係唔係安尼縮個。安尼縮對我哋呢嘅保腿器械，增加我哋呢胃嘅空間冇幫助，所以講我哋縮向嘅時間係對我哋呢數字嘅一節，縮向而來，我哋呢手棍變上來，眼神天向後背壓縮我哋嘅一團壓縮，利用壓縮嘅時間，嚟按摩到我哋呢脾胃。嚟動作，再變下來，卡拉下變上，拿向而來，我哋呢手棍前面數字嘅一節豎向而來，注意係一點，唔係我哋呢數節，所變嘅嘅節，過來我哋呢左腳卡出去嘅一個動作。我哋左腳卡出嘅動作，我哋嘅眼神，我哋嘅腳係兩隻平衡，拿出一步，同我哋嘅七八恰。注意講我哋嘅卡拉下邊上，我哋廿方而來嘅時節吸氣，都要注意呢，都要我哋推嘅後腳嘅時節，有人話呢，我推嘅安尼呢提點。我哋呢舌頭同我哋呢卡拉下要注意，我哋唔係推嘢到安尼，要再安尼下去，所以要注意地方係有一點。因為我哋做係正面呢，我哋呢眼神同我哋呢舌頭嘅朝對我哋呢腳趾，我係推嘢到後背，我要卡拉下轉，變成我舌頭會停到嚟轉。
也一个注意的地方吼。所以我哋喺做嘅時節，我哋喺眼神嘅重量伫前面一隻腳，放起來，推嘅後腳，使會坐下去，落嘅到後腳嘅腳帶，用腳帶滑到前面，再拿放起來。推嘅後腳，使會咪坐下去，對呀吼。講我哋穩腳嘅時間呢，唔要注意講我哋穩腳，唔好安尼縮嘅好哦，安尼過危險吼。我哋呢重量一標嘅後隻腳，重量標下來，我哋一隻左腳豎放落嘅時間呢，我哋呢重量我呢左腳時間，我哋呢右腳拿出去，出去嘅時間。我注意講，我哋推嘅後背嘅時間呢，唔坐下去唔可以安尼坐哦。如果人我安尼坐，我哋豎拿方嘅坐下去嘅時間我安尼坐。注意，我哋也是會吞一下一節哈。安尼坐嘅時間，我哋也只會歪一片，所以我哋坐喺正面嘅坐下去，正面嘅坐下去，去掉我哋呢膝頭唔係受傷，唔係安尼呢。我哋呢膝頭會歪一片，我哋也企喺下講，我哋呢思維臀也會歪一片，也要注意嘅地方吼。所以講我哋做嘅時節，我哋呢眼神朝我哋呢前面拿放起來，推嘅後腳坐下去，同樣順頓嘅下去，落嘅到腳帶，拿對後腳嘅腳帶。送喺到前面，再拿放起來。安尼呢，我哋呢腳同我哋呢思維臀嘅都唔會受傷，那唔會歪一片。也係順觀眾朋友所做示範吼，更加我哋觀眾朋友我哋更加做連續嘅動作，正面同左右兩邊嘅動作，我哋做一個連貫動作。觀眾朋友以下所示範的呢，抱推器械，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，聽我哋來做一個抱推器械，我哋的眼神都會慢慢的好起來，我哋下一次拿來了。